茶門、魚友們，你唔好嗱。今期就林生咧第二期嘅講嗱，咁啊講嘅時間就乜嘢咧嚇？講嘅時間咧就復興草茶嚇。咁啊好多地方喺講到裏邊嘅時間咧，醫啊治啊同埋其他嘢咧就封啦，就禁閉啦嚇。咁其實好簡單嚇。咁啊有一個朋友同我講，佢話病咧係人嘅私隱啊，人哋唔中。喂，咁病有咩叫做私隱咧嚇？病咁好多人講個醫嗱，好多醫生出嚟就講啦嚇。醫生能力有限啊，而出真嚟講咧，唔係院長就大醫生嚇，並不係有病醫藥可以俾你醫得翻嘅嗱，你都講句啊。咁好啦，咁啊真真正正咧嚇，醫好自己嘅咧就係乜嘢咧？係自我裏邊嘅免疫系統啊。咁啊藥咧係只不過幫你延遲住嚇，因為藥物嘅嘢佢係冇分嘅。好又實，壞又實啊！咁啊，當然咁有啲疫情嘅時間咧，必定咧要專門嘅藥啊。咁啊，其次咧，有啲人嘅時間咧啊，病啊，佢唔好唔俾人知啊，呢啲係私隱啊咁。喂，呢啲咩私隱啊？嚇，病嘅時間咁啊調理翻好咯。咁啊，點解會有病咧？嗱，咁啊，而家好多裏邊文獻都講咗出嚟噶啦。病嘅原因嘅起因又喺邊度啊？咁啊，全部病咧。100%啊，可以講句啊，都係食緊翻嚟噶。嗱，個過濾性病毒啊、感染嗰啲我唔講啦嚇，講普遍嘅病啊。咁而家死亡率最高嘅就咩？心腦血管疾病。心腦血管疾病係冇得傳染嘅，係你喂有啲人講，喂，我家族裏邊咧個基因咧係長壽啊，冇錯，好唔錯啊，係只不過得佔25%啊，到75%都仲係你食緊翻嚟噶。咁啊，加一點為咁食啲，我冇可能會食啲病翻嚟噶。咁食咗翻嚟係點樣咧？嚇嗱，咁啊好簡單嗱，咁啊中醫上面講句啊，罪而不赦啊，久而成毒啊，你知唔知啊？即係成日咧後尾啲人講成日排毒，咁點排毒咧？係嘛？咁人嘅時間咧，而家好多裏邊咧文獻走出嚟咧，普遍性咧就已經話俾人聽，但係你話都冇用，又有邊個聽，又有邊個講咧？有邊個裏邊嘅時間，大家真係鑽研咧？佢認為大家一樣嘢就係點咧？我有病有藥可以醫，係冇藥醫嘅。咁啊，其中有一個朋友喺度講，咁啊咧，我日日好小心噶，我話點運動啊，點乜嘢，哦，結果咧係病，麻煩你今次嚇。咁啊，老邊點咧？咁啊日如是重慶火喎。咁咩叫重慶火？哇！我睇見啲廚師一碗2碗白糖倒落去嘅喎。咁啊調又麻又辣，咁啊結果係點樣咧？結果嘅時間咧，就人咧就裏邊嘅時間咧，就變成咗有乜嘢咧？有呢個脂肪肝三個樣樣齊啊！喂，咁我裏邊嘅時間會咁唔，不過仲有咧，太太咧跟住佢食，結果裏邊嘅肌供瘤喂，肌供瘤雖然係良性，咁唔係次次佢真係良性噶，有次嘅時間咧佢唔良咧唔良性咧，你就大件事啦。咁啊，所以有一樣嘢講，全部嘢都食緊翻嚟嘅。咁好啦，咁佢跟住尾嘅醫生俾藥佢走去食，咁明知道裏邊嘅時候顧小培嗱，我個偶像可以講句顧小培醫學家呢個教授咁佢係博士級噶6年前咧佢已經講啦，係慢性發炎引起身體裏邊嘅時間咧。產生炎症，而炎症嘅時間有40幾種病，都係關乎身體裏邊嘅慢性炎症而走出嚟嘅咁啊，其中裏邊咧，心腦血管疾病啦，3高4高咁裏邊嘅時間眼裏邊嘅時間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眼病變全部都慢性發炎嘅。咁啊，草茶點樣裏邊嘅時間控制住佢發炎咧？點樣乜嘢落嚟咧？係佢調理咧。你聽我講佢啦。下期咧，林生咧就會話俾你聽，佢點樣可以控制住身體裏邊嘅時間，唔俾慢性發炎嘅時間咧？因為我日日都清住佢嘛。佢係咪藥咧？係好輕好輕微嘅，就好似配合同茶一樣日日可以清理咁好啦，再落嚟講，咁好啦，香港喺度講兩個男45至55歲，兩個男士當中。其中有一位咧就前列腺有毛病，咁再落嚟嘅時間咧，點知今年嘅時間咧數字公布出嚟健康即係換句話嚟有呢個3高4高嗰啲咁嘅疾病其他病嗰啲係10億人，以前7億，後尾8億9億，而家10億，
咁一路不停咁話住裏邊嘅條理啊，咁啊要健康，咁點解成10億人嘅啊？咁即係你有你講，佢有佢唔聽啦。呢個說話講得乜嘢？一啲都冇錯啊！民以食為天啊！以前嘅時間咧咁啊係講法啱，因為冇咁多人有冇咁多嘢食噶嘛。而家普遍性咧個個多食，咁啊加上裏邊咧有啲高科技嘅裏邊嗰啲產品唔係講食物咁啊導致到人咧產生嘅毛病啦。嗱，今期林親就先講到呢度啊。每次咧一期一期講落去，然後將佢放上 YouTube， 大家可以聽。林生絕對唔會係咁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講出嚟嘅時間咧，希望大家咧身體健康。有人就鬧我，喂，咁人哋啲私隱嘅嘢，咁你點啊走去講啊？咁佢有啲乜嘢中意，即係簡單嚟講句佢中意去死，你咪由佢死咯，你顧掂你自己啊嘛。咁其實呢句咧，即係在我個人嘅嗰個人生觀嚟睇有多少保留，有啲保留咁希望大家一樣嘢就係健康，去揾翻自己裏邊嘅時間咧，嗰個身體嘅健康嗱。今期林生講句咧一句啦，我就裏邊就喺運動有一個70歲嘅裏邊一出嚟醫生又問佢做唔做支架心絞痛，喂，我心絞痛好危險噶咯，嗱聲嘅時我寄個俾佢，我話你一定要聽我講係咁亂食咧，乜草都救你唔到嘅大羅神仙都救你唔到必定一時間要忌口，即係戒口咁然後咧用草茶調理，將個身體搞翻好咁有咩知道得唔得咧？喂，飲完茶聽住戒口，會唔會心絞痛？即係嗰個頻率越嚟越低即係好可能係1個月或者乜嘢先痛一次，或者嘅時間後邊慢慢就唔痛啦。呢樣嘢係最緊要啦咁朋友們、友們拜拜